乡亲啊，冷空气特别来咯，马上天气就会转变。天气反冷，真侪人爱食火锅。若食火锅，就是放冬蚵啊，上介调味。也毋过农委会农药残留的监测报告，讲冬蚵啊的农药残留率上侪来到27.3%，所以营养师提醒大家，洗菜的时阵水爱放互流，这个菜叶啊，就爱愈互清气。若是到外口去食火锅，建议大家。冬蚵啊，留到上尾啊，才甲放落火锅。安尼残留的农药，才袂去污染到其他的火锅料。冷气团来准备要变天，大家上爱食烧好的火锅，不过落去鼎内底煮青菜时，就要注意啊。食火锅一定穿青菜，不过根据农委会监测，1807年芹菜农药残留率达到50%，冬蚵毛27.3%，火龙豆是21.8%，1809年火龙豆芹菜残留率嘛是有排前3名，冬蚵是罔降低，嘛是有1成的残留率，不过食火锅啊无冬蚵是免怎？检出来，可是它没有超标，就代表说它其实农药的残留量已经非常微量了。回到火锅汤里面，它已经很微量。所以已经被稀释到，我觉得几乎是不可测。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，最后煮可能是一个方法，或者就是买所谓有机认证的蔬菜。安怎洗，才当甲农药洗掉？亲像冬蚵、白菜、叶仔菜类，都建议哪冲水、哪洗叶仔。包菜类，亲像高丽菜，农药大部分掉伫咧外叶，会当直接白白的才洗清气。火龙豆、豆菜类，都要先给洗清气，再来洗豆啊。用流水方式清洗之后，可能要稍微搓洗一下。那表面性的农药其实大部分都可以被去除掉。甲水放回流，或者是洗较济遍，农药就袂掉收济。不过营养师嘛提醒，对检验出农药，免受过惊吓，有残留啊无超标，该洗清气，嘛是会当食健康。